大家好，又威，今日呢唔同大家睇百麗灣，今日帶大家睇何文田嘅新盤如一。點解帶大家嚟睇呢個屋苑呢？聽講發展商好似劈咗價落嚟啊！如一呢就係由港鐵同埋華懋發展，咁佢係屬於九龍城區34名校網，咁單位呢係由2房至到4房嘅。港鐵亦都打造咗個專屬電梯大堂，咁10步呢就可以上到屋苑。2023年嗰陣時開賣呢，咁真係一盤難求噶。咁嗰陣時呢，仲有個富二代帶埋保鏢嚟買樓。如一呢都係九龍站上蓋呢最後一個地鐵站嘅上蓋項目。尊貴嘅地段，34名校網，咁基本上係九龍最靚嘅地段位置。依家咧，我哋睇嘅單位咧就係一座18樓 C 一間1房單位。呢個單位咧，咁係望住我哋嘅內園景啦。27號發展商出咗價單，1房最平670萬起步入場價，內園有157米。咁望翻我哋嘅內園景觀，都算好開揚。如一嘅普通分層咧，樓底大約有3.3米高，咁空間感都係好足夠嘅。唔好睇佢1房啊，但係咧佢嘅廚具都係用上 Miele 嘅。廚房咧就用咗一啲雲石設計啦，咁打啲燈光入去嘅時候咧，感覺上都幾光猛。發展商另外都開咗2房啦，2房僅廚加工人套房，同埋3房套加工人套房嘅單位俾買家參觀。咁如果你都有興趣嘅話，快啲聯絡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逃到銀行，差点就被他抓住了。我看到星星在旋转，我的足迹来自一张张命运在旋转，老天的不得麻烦，星星在旋转，先跟随节奏不停点头，不如和我待在宇宙摇摆。我看到星星在旋转，我拿出枪来。我看到星星